人老啦，我唔係驚病，驚冇人記得我，多啲嚟揾我啊！他今年90岁高龄，没儿女，但是性格活泼热心。他总是非常感恩院长免费收留他，希望大众看到这个影片多点来探访孝的老人院。而家冇人嚟探我，以前好多人嚟探我，我坐到呢度好悶啊！一下時間就過咗，我一日又一日冇人嚟探我。这里是无收费老人院，资金不足，物质短缺，但是院长依然自掏腰包为他们准备好3餐。地方虽然多处破损，但院长仍然没有放弃，坚持照顾好每一位老人。你是来看我吗？你來我就很高興了，我就很歡迎啊！多啲嚟，我哋好開心，我哋好快樂，好睇見到你，我哋好開心咗啦。